逆水中时，人来人往爱协防，合战无水个个多，人数人头不啰嗦，穿到爱头上拉上来，拉上。秋风看人爱，欢欢喜喜今日考场，此刻听出高中青年。但念一次，秋风日头高挂，父亲从外风游，为何多见未见回转？俺去老伯看来。这里，听俺意思，莫注意。你，小姐，你看，秋风为何如此慌张？两位小姑娘，你将小生的文章冲跌去，那去用唔够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听俺意思莫注意，请你莫见怪。父风，父风。哎呦，跪下头来，抢手啊！哎，咁係我协防。小生张上前嘅点青嘅蔬菜，突突混装。哎呦，真都好，今早人下都走咧，店内十分点气，抢手啊！店铺饭老本爱一副清茶。来来去拿，清楚。香哥，好，好啊。将爱嘅书望啊！秋风有点无理。
一笔铁杆你。好啊！哎呀，好就好，俺太长，他也跑去讲。丝丝竹啊地呀，头子松啊，秋中重本不希望，一片前论可兴办。记记正义言相同，你出深切知你从，两中识别大干将，便他唐夫便下阵。高言冲啊年，文中思无松啊。下得好，下得妙啊！请问相公，方才谈嘅文章，敢系嫌白论？张黑剑可冲言嘅文章，嫌白论。你就讲嘅，敢系粗鄙失教，嫌棒八尺？张黑，我会手机已经吐过。但枪突过，汉朝下倒拜，恋爱要突过几下拜哩？我会手机嘿。请问相公，为何说佢系冲言文章？手机有所不敌，此文章身上十分严重，轻点冲言。万面朝中太神传抄，首先切莫简单，怎能对离谱得多次文章？今日先读为快。小姐，中冲言嘞，中冲言嘞！开神啊，念啊，父王父亲必当读书，来书生念。父王父亲四子强运，来心不变。此后多比真烈用堂头啊，彩霞一夜来送。来出登天啊，比年年将来做牛鞭，半年青子流芳生，归云从啊永生国中
何关系啊？公子有所不知，创年就是我家小姐的父亲，宪榜论是其用心血所写。哦，原来宪榜论就是令尊所写，很非，请问令尊何猜？父亲宠爱风游戏嘞，唉，真是可惜。好球吧，好球！老爷转来哩，燕燕就躺到架个上，从年加多嘞，年爱。好球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好球好友啊！情意浓啊！说到面的严嵩啊哟！你爱所谓啊，梦送是啊，来，先给你一笔重言呐，红啊！来，小香港，抢！呛，小香港，提起宪榜论，确实是老夫所作。不过冲年一事，议论会议，还是风为实呐。并非戏言。小生对李铺得多次闻，敢言前提是充言本中啊！哦，哈哈哈！来，抢！呛，李铺敢言胸托太重，盖称赞，讲起冲言也嘅为你，就更加佩服嘅。哦，记条讲了乜解？讲来谈看啊！共创言也，素颜同田，善意攀附。你小生就不敢多讲诶。出山无妨，出山无妨。哈哈哈哈！你敢要老9,000岁结为命令？ 9,000岁，可是为忠贤，张黑，老夫此下有上准思贤仗义，就算上爱人的二夫子，也天下间千万的人，也绝对唔会人俩的奸臣为子啊！唔系，唔系人qui为子，系人qui为夫。做家嘅儿子，你结中要开的么？莫怪朝中有人讲你，国内饭菜讲你，面皮也盘得十分讲人咯。你相公你嘿，风筒，太风筒啊！
你血口喷人，莫够用啊！臣有在，此有神不同。大风正确烈士松，健靠少年看来梦。就有天谁不一蹦？你的爱为何不是残酷？娘乡难登永不崩，为是彩虹无所冲。给因不吃风扬得流，次次落地无烟灰，没法风骨闹寒松，文中宝鞭爱神功，拼得书玉用破功，今日那无师鬼变，莫非老夫？臣那是啊，走一重啊！你不明，为中间故意给你太监神，老乃请他们的牛皮鞭，家父前来素之言行，意思啊用太父啊言朝中之年，无人不晓，非是我恶言中伤。哼！不奉众样，一派胡言。苍年有给，苍年有给啊！原来聪言唔轻，宪法论也非你所下，也敢谈天之功。呵呵，分明宪法论喜爱所下。杀本人公是谈天之功啊！父亲，佢上上叽叽讲系聪年文章，敢讲一个聪年也敢记得万神，系佢谈天之功啊！快太令，快太令！秋风何时阳风？小弟考题，检考中年去马啥？看到就会呕血。系何人？就是今日下里的文昌地个庙，督导嘅记者拍屁股弄空子大报告。又为黑记呀！秋风，你敢有看清楚？我看到清清楚楚，我还讲到马头前仔细观看，佢看到我就跳到眉开眼笑，还让我脸上嘛。原来今日的地个庙，佢硬爱求情，你爱佢考嘅聪明出来，真嘅就本佢考到你，了以后是好，以后是好。年之地冲年细品，真才夸啊！又晓得有钱能事，推推摸摸。
父算是看透了，从今以后，不言口从，不求功名，父感通通言，请给食材的西龙，安土翻言。父亲说得有理，俺你干家离开京城，俺两下就去准备报复的。听到嘞？你都俩做乜该？奉了청년之命来叫청년夫人。你用我请到了回来，马上很两个面，存到청년马前，本人看，分明就是不信大路，我此年就唔敢耽误。你俩空土，乃真假，老你冇关系。你求干几十年，敢敌做干人的英雄，来呀！猜，扶送夫人恢复。准备。